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。人生在世，我哋無時無刻都要做選擇，而你每個選擇嘅結果加起上嚟，就係你嘅人生。就係因為選擇呢樣嘢對我哋咁重要，所以我哋唔應該合埋眼，憑直覺亂咁揀。尤其係一啲重大決定，我哋應該用科學化嘅方法，確保自己做出對自己最好嘅抉擇。我哋要有方法篩選雜亂嘅信息，更加要排除情緒嘅影響。我哋唔好將決策變成憑感覺嘅賭博，而係要將佢變成標準化嘅流程。尤其係一啲重大嘅決定，好似升學、轉工、移民、買樓、結婚、生仔之類，輕率決定嘅成本，隨時係你整個人生嘅幸福。今次呢條片，我會同大家分享10個超實用嘅決策思維工具。無論係面對眼花繚亂嘅選擇題，定係糾結嘅兩難局面，呢啲工具都可以幫你拆解問題核心、分析利弊同埋預判風險，幫你用最高效嘅方式做出最佳選擇。好，我哋依家開始。第一個好好用嘅決策工具係6頂思考帽 （Six Thinking Hats）。佢嘅核心原理就係將事情分成6個唔同嘅角度去考慮，然後整合埋一齊，得出一個客觀嘅結論。6頂帽嘅意思係6隻唔同顏色嘅帽，每種顏色代表一種思考嘅角度。以下我用轉工為例子講解下。首先係白色思考帽，代表客觀事實，淨係負責收集數據、證據同已知信息，唔做任何主觀判斷。例如轉工嘅話，月薪會多3000蚊，新公司市佔率接近30%。新公司位於金鐘，呢啲都係已知嘅客觀事實，完全唔涉及推測或者個人感受。然後係紅色思考帽，專門處理情緒感受。例如，我覺得呢份新工壓力會好大，有啲擔心自己應付唔嚟。新公司係大公司，喺度做嘢感覺好威之類。第3頂係黑色思考帽，專門做風險評估，睇下呢個選擇有咩風險，有咩唔妥當。例如，新工離屋企好遠，每日搭車要2個鐘。呢間公司好似成日都請人，唔知係咪好多人走呢？咁第4頂黃色思考帽，同黑色帽相反，佢係樂觀積極嘅帽，專門睇優勢、好處同埋效益。例如，新工對以後發展好有幫助，新公司年年都分好多花紅之類。第5頂係綠色思考帽，綠帽唔怕大，最緊要幫到我哋思考。綠色帽負責發揮創意，佢嘅想法唔限於現有選擇，亦可以諗一啲新嘅可能性。例如，除咗轉工同留喺原公司，係咪仲可以考慮揾份清閒啲嘅工，然後接 freelance 咁呢？或者試下用新工嘅 offer 向舊公司爭取加人工之類。最後一頂係藍色思考帽，佢係全個過程嘅指揮官，負責管控思考流程，確定決策目標，提醒自己善用唔同嘅帽去思考，最後整合所有考慮點，總結出結論。即係最終轉唔轉工，定係有第二啲想法，就睇呢頂帽。6頂思考帽係一個非常好嘅決策思維工具，只要你頭腦清晰，記得用盡每一頂帽去考慮事情，無論自己單獨做決定，定係同家人團隊商量，都一樣好用。第2個工具係 MCDA 多準則決策。MCDA 係 Multi 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嘅簡寫。呢個工具專門針對選擇太多，唔知邊個最適合自己嘅情況。例如，同時收到3間公司嘅 offer， 有3個單位唔知租邊間好，或者大學選科唔知點揀之類。用 MCDA 就係將憑感覺比較變成量化評分，用數據話你知邊個選擇最好。做法就係列出所有候選方案。又以轉工為例，你嘅選項可能係原公司留任、接受 A 公司 offer 同埋接受 B 公司 offer， 然後選擇你最睇重嘅評審準則，例如薪酬水平、發展空間、工作量、公司福利、車程長短之類。跟住就訂立每個準則嘅權重。例如，你最在意嘅係薪酬嘅話，總分100分裏面，你就俾 30% 權重喺呢項準則。發展空間係你第2重視嘅，所以俾 20% 權重佢。搭車遠近方面你就冇乜所謂嘅，所以只佔10%，如此類推。跟住你就可以喺每個準則上面俾分，
然後呢個分數乘翻個權重比例，加埋做總分，總分最高嘅就係相對最佳嘅選擇。呢個工具可以避免你因為某一個優點而忽略其他重要因素，確保決策更全面同客觀。第三個工具係柏雷托分析 （Pareto Analysis）， 亦叫做80-20法則。呢個工具嘅核心好簡單，佢假設世上所有嘢都係遵從柏雷托法則，即係80% 嘅效益都係嚟自20% 嘅關鍵因素。所以按呢個想法，我哋其實唔使考慮太多，最緊要揾出對自己最重要嘅因素嚟做選擇就可以。繼續以轉工為例子，你要知道一份工對你嚟講最緊要係乜？例如錢對你嚟講係最緊要嘅，咁好簡單，人工最高嗰份工就係你嘅最佳選擇。其他嗰啲咩車程遠啊、工時長啊嗰啲，就係非常次要嘅因素，基本上可以唔使點諗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一份工最緊要近屋企，錢就賺嚟買花戴嘅啫，冇乜所謂嘅。咁呢個都好容易揀，直接揀一份最近屋企嘅工就得。呢個工具最有價值嘅地方，在於佢逼你聚焦核心需求，唔好俾其他次要甚至唔關事嘅因素分散你寶貴嘅注意力，浪費時間喺啲無謂嘅糾結上面。好多時我哋做決策會陷入既要又要嘅困境。鬼唔想份工人工又高又近屋企，工時又短，發展前景又好咩？但係每個因素都咁重要，你就好難做選擇。呢個世界冇完美，知道邊樣嘢對你係最緊要，一遇到啱條件嘅，咁就去馬啦。第四個工具係 MECE 法則。MECE 係 Mutually Exclusive, Collectively Exhaustive 嘅簡寫，意思即係互相獨立，完全窮盡。呢個工具主要幫我哋將一啲牽涉好多唔同範疇嘅問題，清晰咁拆解成唔同嘅考慮點。同樣用轉工做例子，好多人諗轉工嗰陣，一時諗人工，一時考慮車程，一陣又驚工作氣氛唔好，千頭萬緒，唔知點揀好。而 MECE 法則就係幫你用分類拆解嘅方式，將所有要考慮嘅因素梳理得井井有條。首先講完全窮盡，即係你哋出嘅考慮範圍要覆蓋晒所有可能影響決策嘅因素，唔好有遺漏。例如轉工呢件事，你要諗嘅範疇可能包括經濟效益、職涯發展、工作體驗、生活影響呢四大類，確保唔好漏咗其他重要嘅考慮範疇。然後呢啲範疇之間要互相獨立，冇重疊嘅地方，唔會出現一個因素同時屬於兩個範疇嘅情況。然後我哋就可以分開考慮每一個細項。例如經濟效益呢個範疇可以再細分成基本月薪、花紅、加班費、員工福利同埋各種津貼。職涯發展可以細分成行業前景、公司規模、晉升路線、工作學唔學到嘢之類。工作體驗就包括工作內容係咪自己感興趣、公司管理風格、團隊氣氛之類。生活影響就有車程長短、使唔使返夜班或者返星期六日、有幾多假、使唔使成日 OT 之類。用 MEC 去考慮問題，原本混亂嘅思路會變得好清晰，亦都冇咁容易因為漏咗考慮某啲重點而做錯決定。第五個工具係決策樹，即係將一個決定分成唔同層級，最上層係你最重視嘅因素，然後下一層係你相對冇咁重視嘅因素，如此類推，逐級落到底為止。然後由最上層開始，每層都用是同否去引領自己進入下一層嘅考慮，直至最終做出決定為止。例如你諗緊剔唔剔一個新 offer，而你最重視嘅係人工，咁你可以將人工放喺最上層開始。因為轉工係有成本同風險嘅，所以可能對你嚟講，人工最理想係有20% 加幅。所以第一條問題就應該係人工有冇20% 升幅。如果答案係否，咁你就要再問有冇其他花紅、佣金或者福利。如果答案係是，咁你就可以問另一啲問題，例如是否有良好嘅晉升機會，是否近屋企之類。最後最下面一層嘅分支應該係明確嘅決定，即係接受 offer、拒絕 offer 或者試下同對方談判。決策樹嘅好處係能夠幫你將混亂嘅思緒變成清晰嘅圖像，尤其係同其他人一齊傾嘅時候，有圖可以參考，就能夠令到大家嘅想法更一致。另外，佢亦會強迫你為每個分支定一個明確嘅判斷標準，
避免憑感覺隨意判斷，係一個唔錯嘅決策工具。第6個工具係艾森豪矩陣，呢個工具係源自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嘅時間管理邏輯，將佢運用喺決策入面一樣超級實用。尤其係當你同時面對幾個選項，唔知應該優先處理邊樣嘅時候，佢嘅核心邏輯係幫你將所有事情分成4類，分別係重要而緊急、重要但係唔急、緊急但係唔重要、唔緊急亦唔重要呢4類。重要而緊急嘅事當然要即刻處理，係你當前嘅最重要任務。重要但係唔緊急嘅事當然要落力去做，但係因為唔急，所以應該分配好時間，確保做到最好，唔好因為操之過急而令到成件事做得唔好。緊急但係唔重要嘅事雖然急，但係對你嘅主要目標影響好細，所以可以快速處理咗佢，唔值得花太多時間同精力喺呢啲嘢身上。有時我哋會誤以為急就代表重要，但係其實唔一定，所以一定要分清楚，唔好浪費時間同精力。仲有唔緊急又唔重要嘅事，呢啲嘢根本唔值得投入資源去做。不過現實係，我哋成日會花最多時間喺呢啲無謂嘢度，例如碌 social media、參加啲根本投入唔到嘅聚會之類。艾森豪矩陣最大嘅價值就係幫你建立一個清晰嘅優先次序，唔會因為一啲睇落好似好急，但係其實唔重要嘅事，耽誤咗你人生入面真正重要嘅大決策。第7個工具係10-10-10法則。10-10-10法則嘅核心邏輯超簡單，就係逼你跳脫出當下嘅情緒同短視，從3個時間維度去重新審視同一個決定。佢要你思考10分鐘之後、10個月之後同埋10年之後，你會點樣看待呢個選擇？以轉工做例子，假設你依家收到個 offer， 你要考慮留低定係轉工。舊公司做到悶，但係勝在穩定，同事相處融洽；新公司人工高，前景好，但係要重新適應環境，工作量又明顯大好多。2份工各有各好，搞到你心大心細，唔知點揀。呢個時候你可以用10-10-10法則問下自己日後點睇自己嘅決定。例如拒絕新 offer， 可能10分鐘後你會覺得鬆一口氣，唔使面對未知嘅壓力，唔使適應新環境，舒舒服服維持現狀。如果接受 offer， 10分鐘後你可能就會覺得好擔心，因為唔知自己應唔應付到新工作嘅要求，又唔知適唔適應到新環境。但係10個月後呢？如果留喺度，可能你依然做住重複嘅工作，人工同職位原地踏步，每日返工依然覺得好悶，甚至會後悔當初唔試下新嘅機會，埋怨自己太過貪圖安逸。如果當日接受新 offer， 10個月後，可能你已經適應新工作嘅節奏，學到新技能，積累到新嘅人脈同資歷，就算中間有壓力同困難，都會慶幸自己當初踏出舒適圈。然後最關鍵嘅係要幻想下10年之後你會點睇呢個決定。10年後，如果你仍然喺呢個位置做同樣嘅嘢，你會係咩感受？如果你覺得 OK 嘅，咁繼續留低可能都冇問題。但係如果你會後悔到死嘅，咁可能趁依家有機會出去搏一搏，先係更好嘅選擇。10-10-10法則幫我哋用中、短、長期嘅眼光去做選擇，避免自己只顧眼前需要，搞到將來後悔。第8個工具係逆向規劃。所謂嘅逆向規劃，即係調翻轉諗，先唔好諗你面前邊一個選擇好啲，而係先諗你最想達到嘅終極目標，然後倒推翻轉頭，睇下當下嘅每一個選擇，究竟邊個可以帶你走向呢個目標。以轉工為例子，唔好一開始就諗邊間公司人工高啲、車程短啲，而係先問自己5年後我想達到點樣嘅職業狀態。如果你嘅目標係做主管，咁從呢個目標推翻轉頭，你揀工嘅條件就應該係有冇帶領團隊嘅機會，間公司有冇明確嘅晉升渠道，有冇機會俾自己管理一個 project 之類。咁樣倒翻轉頭規劃，你當下應該點選擇就應該會更加清晰。就算有份工人工低少少，車程遠少少，只要佢幫到你達成最終目標，咁呢個都應該係較佳嘅選擇。用呢個工具可以幫我哋避免只睇眼前，忘記自己真正要追求嘅嘢，最後一路揀錯晒，離目標越嚟越遠。第9個工具就係大名鼎鼎嘅 SWOT。呢個工具好似聽到有啲泛濫咁，但係其實係幾好用嘅分析工具嚟嘅。
SWOT 係由4個英文字母嘅縮寫組成，分別係 Strength 優勢、Weakness 劣勢、Opportunity 機會同 Threat 威脅。前面2個字母 S 同埋 W 係針對你自身嘅內在條件嘅分析，而後邊嘅 O 同埋 T 係針對外在因素嘅評估。內外結合就可以全面睇清事件嘅全貌。例如你考慮緊好唔好辭職去開間咖啡店，你就可以試下用呢套 SWOT 工具去幫自己做分析。做一個咖啡店老闆，你有咩 strength 呢？可能係你沖咖啡好叻，你對咖啡豆同各種研磨方法了如指掌，你有渠道入到靚貨，都係你嘅優勢。至於 weakness， 可能係計數唔叻，唔中意做行政工作之類。以上2個主要係睇你自己嘅特質。而 opportunity 同 threat 就係集中外在嘅環境，例如機會可能係同一條街冇其他咖啡店，或者附近起咗幾棟甲級商廈，估計會有更多白領會買咖啡飲之類。至於威脅就可能係驚 Starbucks 突然開喺你隔離，或者業主會年年加租之類。咁樣綜合去考慮，如果你認為可以將優勢同機會發揮到極致，同時又能夠應付到你嘅弱項同埋威脅，咁就值得去馬。否則就要諗清楚先。用 SWOT 工具可以幫你全面分析你現時嘅處境，對於了解實況同降低風險都會大有幫助。好啦，嚟到最後一個工具就係 5W2H 分析法。5W2H 可以話係最基礎但係萬用嘅決策工具，無論係日常小事定係宏大嘅計劃，都可以用佢嚟幫你梳理思緒。5個 W 分別係 What 做乜嘢、Why 點解、Who 為邊個做或者邊個去做、When 幾時、Where 邊度。而2個 H 就係 How 點樣做同埋 How much 幾錢。7個問題一問落去，所有模糊不清嘅地方即刻會有晒輪廓。呢個工具我諗淨係講個名，大家都知道要點做。而當中嘅關鍵係要誠實咁回答自己嘅問題，唔係就咁填咗答案就算，而係要同自己嘅靈魂對話，令自己了解自己真正嘅需要。例如轉工 ，What 就係問自己想轉一份點樣嘅工，描述得越具體越好。跟住係 Why， 諗清楚自己點解要轉工。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一步，要逼自己畫出最深層嘅動機，避免衝動決策。好多時我哋問得夠深嘅話，就會發現其實依家呢個決定根本冇乜原因。如果係咁，就應該盡快打消念頭。第3個 Who 都好重要，好多人做決策淨係顧自己，但係好多決定從來唔係自己一個人嘅事。例如轉工，除咗你自己，可能會影響埋屋企人，亦都可能會牽涉你合作開嘅夥伴。你未來嘅團隊成員亦係考慮因素，要全面咁諗先至要周全。跟住嘅 When、Where 同 How much 都係好重要嘅問題，要對自己誠實作答。呢個簡單易記嘅工具，習慣咗做任何決定都先咁樣問自己，基本上就可以避開90%以上嘅衝動決策同思維難點，係非常好用嘅決策思維工具。決策思維嘅本質唔係追求100%完美嘅選擇，呢樣嘢根本係唔存在嘅。因為世界不斷咁變，你點樣機關算盡，最終都唔一定盡如人意。但係用科學方法去做決策，就一定可以降低受情緒干擾嘅程度，減少噪音，令決策品質提升，令自己將來冇咁容易後悔。好啦，今日影片到呢度，如果喜歡，請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呢個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